嗱，因為如果中國大陸真係將嗰個叫做咧核武嘅機密資料係泄露咗出去，俾美國知道，嗱咁對於咧係習近平嚟講，咁呢個咧不能夠接受嘅事情，因為佢仍然想喺無論係經濟上邊定係軍事上邊咧挑戰呢個咧美國㗎。好啦，嗱，點解我話俾大家知呢件事如果係真，咁當然係對習近平不利呢？嗱，因為就算呢件事係真嘅話，如果張又俠曾經係真係想將中國大陸嘅核武資料泄露出去，好啦，嗱，即係話其實張又俠咧都並不咧係真真正正支持呢個咧習近平，而係無時無刻可能係想扯佢嘅後腿。嗱，如果連去到軍方最高級別嘅呢一個靠山都成為咗習近平嘅敵人，咁大家可以想象，其實真真正正咧嘅解放軍係咪真係徹底能夠聽從佢嘅指揮？呢個咧係徹底咧成疑㗎。